微微。是有慢一点而已，没有慢太好，好，微微微。喂，喂喂喂，喂喂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个三甲主旨伫圣殿，伫咱每礼拜大圣，咱先来团练今日要唱的圣诗。第一首的圣诗是圣诗350首，歹势305首，305首。
我的心神，你着唱歌。1、2、3，来！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以我丰富天顶地阿乐，尊敬主上帝。第1节，搁一届。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以我创造天顶地阿乐，尊敬主上帝。第2节，一大救主，听叹上帝，照顾人类的慈悲，赐归温泉，赐好天的残风出散步愿欠缺阿乐，只管主上帝。好，咱来看第2首的圣诗350首。350首，求主施大恩。求主施大恩，互我来称冠。我是希望亲情意爱。只是信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点我心内，应点我心内。第1节，搁一届，求主施大恩，互我来称冠。我是希望亲情意爱，只愿只是信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点我心内，应点我心内。第2节，求主你出手。甘愿求主只为守护，求主应看顾，以后免烦恼，以后免烦恼。第3节，求主做中保，互我等我去。罪过千千万万，有问过无尽艰难，求主春秋看，心大平安，满心大平安。好，咱要来看上。煞尾这首392首，这首的伊的拍子甲咱较熟的无共，所以爱请大家爱注意哦。吼，伊有2拍。那可以请大家摕圣诗会看搁较清楚。
一届来。阿拉上帝万好母，地球万里之上清赞，地条心在上赞万岁。好，大概就是会记得这四抓的歌词，第一个字拢要唱较长，安尼就会唱对啊，吼，就会知影是这首啊。OK， 咱今日的锻炼圣诗到这，时间交互敬拜。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要搁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吼。诗篇150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要击鼓跳舞赞美他，要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用唱歌、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起立。神已将天敞开，他的荣耀充满在这里。拍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将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就在这里。
是的，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这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他。主恩典何等美好！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丰富奇妙，主恩丰富奇妙。哈利路亚！感谢主，主，阮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救恩，感谢主你的保守，感谢主你的引带，有你甲阮伫地，阮就无惊吓。阮要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讲，主，感谢你对阮的听。我的心有痛悔，又怎个行行？这捆绑重担，我袂扛着你的情。我最疼我最宝贝，毋茫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顶山。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顶山。主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行行？这捆绑重担，我袂扛着你的听。求你听我做宝贝，
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咱举起咱的手对主讲，你的疼，交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主你的疼，交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对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对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现在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弟爸，阮感谢你，阮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对阮的疼。阮知这世间的一切拢是虚假。只有主，你有永远的活命。主，我们敬拜阿罗你，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阮回转归向你的时，求你搁一遍来更新阮的生命，互阮哪来哪像你。各位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各位大权能，互阮有新的愿望。虽然伫这个世间有多捆绑甲重担，总是主，你疼阮做宝贝。毋捌放杀阮，阮相信，无论是死也是活，坎坷也是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对阮的疼。感谢主，愿阮今仔日敬拜甲学乐，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来荣耀主你的名。感谢学乐主，阮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搁一遍拍谱啊，学乐咱的上帝。感谢主，咱请坐。
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刘兄弟，大家平安。咱请起立，咱来吟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哦，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哦，罗全能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赐归温泉如好天的长恒出山不愿免亏。哦罗，只管主上帝，我的心神，我的心神。心标记主的面，伊是全能永更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哦罗，只成主上帝。请坐，咱三角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今早起，阮邀请你圣神甲阮三甲同在，因为有你圣神亲自同在的主织，是阮永远的欢喜甲安慰。主，阮感谢你用公义、恩典的正手扶持阮泸州教会，互阮再一次看见复兴要临到阮教会，复兴的种子也已经在发芽布影。伫这恩典的时刻。主，阮求你顾守阮牧师、长职、同工，互因伫咧为主跑走、料理教会事务的时，传扬福音的时，拢有教义的开力，阁有对主来的聪明智慧。也互阮众兄姐伫高举主你的性命的时，有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主，阮感谢你。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泸州教会。阮泸州教会成做这所在的光甲盐，带领搁较侪人行这条福音平安的路。特别，阮若要为阮兄弟姊妹当中有一寡心性软弱、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怜悯顾守医治因，因为你有医治的大权能。阮奉你的名宣告，因的确要得到医治。要来做主水的见证，搁因嘛要欢欢喜喜来到阮的当中来敬拜阿罗你。阮也为着遐个还未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你催逼因的脚步，互因快来到阮的当中，甲阮三甲来敬拜阿罗你。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们。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事愿变。阿门。接着，咱要来启应文第55篇。马太第6章，咱伫个圣诗后壁面
1099页，1099页，显着我来刻，兄弟来印。毋通为着恁的性命，买食啥物，买啉啥物，得超凡。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超凡？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免超凡讲，阮要食啥物？这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超凡，一声一日艰苦一日长以上。煞接咱圣歌队要为咱献诗，我会哪听你，愿我会哪听你，圣歌队。
感谢圣乐队献诗原主纪念因。续接，咱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咱伫咱的学本新约内后壁219页，显着兄弟来看，我来读。搁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伊也捌互恁搁活，是恁前行伫迄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背极的人，迄个神。其中阮前也拢伫阮肉体的私欲伫行做，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生成是做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上帝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恁对恩典得着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咱的仁慈，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这是对信，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第10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行伊以上。请起立，咱来纪念10届。来。第2届，第3屆，赞称了我立上帝的名。第4届，第5屆，第6屆，第7屆，第8屆，第9屆。第10屆，请坐。线接讲道，咱国成牧师今仔要讲的题目是恩典的拯救，恩典的拯救。咱将时间交予咱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接续咱教会外观的翻修，拢差不多暂时过一段落。咱有感觉咱的教会更较坚固无？感谢主更较白，更较光。接续咱教会会进行咱影响更新的工程。第一批的物件已经有入来咱的教会，这个礼拜阁有第2批的物件。然后伫后礼拜就会进行施工，咱做伙为着即个工程来关心代祷，而且恁有感动，嘛当为即个工程的需要来奉献。愿上帝赏予咱对外面、对内在拢得到改变。伫咱的心内嘛常常有主的更新、圣神的充满来改变咱当心来祈祷。主你听阮，请做阮的帮助。阮知，阮的得救是靠着上帝你的恩典，毋是靠着阮家己，毋是用阮家己的气力、努力来得到，是你用你的恩典
用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赎回阮。阮今仔日伫主的圣日，嘛献上阮的内心；教会嘛献上阮家己本身，求上帝你感纳，嘛审查阮所行所做。阮献上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信主了，咱会常常听到恩典这个字，恩典。当然，伫圣经内面有恩惠、有恩慈，也阁有恩赐。相信有的人的名嘛号做安尼，因为过去捌拄着有的人叫做恩赐，有人的名叫做恩慈。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虽然即个上帝互咱的物件会透过无相款来赏赐互咱，咱讲咱的服侍爱有恩赐，所以恩赐是上帝互咱，也是一种的礼物。总是恩典即个名非常的普遍，咱常常讲爱有上帝的恩典，拄咱咧吟诗敬拜。带我的兄弟姊妹嘛带动作，咱感觉有家己活起来无吼？又活起来，又跳起来，求上帝帮助咱。恩典就亲像安尼，上帝互咱顶搁再起，互咱有顶头生。所以咱每一人生咧，拢是伫恩典的下面。所以咱无论咱的生活，你食啥物、穿啥物，也是你。起床，你倒地，拢要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的生活内面，一定要有上帝互咱的恩典。有一种牌子叫做恩典牌，敢捌听过？这个恩典牌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你毋免付出，你就会当得到，你就会当得到。所以咱拄仔唱的歌叫主恩典，主恩典，从头到脚，怎样？白白得来，后壁迄句话较重要，不能忘记。所以咱伫生活中间，咱敢有上帝恩典甲咱同在，也是讲上帝恩典，无论是大大小小，也是对头到骹，也是比山较悬，比海阁较深，总是咱常常会袂记哩上帝恩典，踮伫咱的身躯边，踮伫咱的四周围。某一条歌叫做《恩典够用》。恩典有够用，天父有丰富的怜悯，临到咱，有伊那个单枪跑不动。所以讲，咱看到讲主有丰富的恩典，知讲恩典是要白白互人。这面读一首歌叫做《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有上帝开咱做到这种的程度，白白互人。虽然咱知影讲有一寡，即摆讲有一寡叫西式餐厅啦吼，也是讲有一寡餐厅伊会用一寡的份数，互较有需要的人，总是伊会当下写讲本店每日供20餐，10餐，迄种要互人的恩典嘛有伊的有限性，就是讲我的能力只有10分、20分、30分，总是有人会当供应较济。譬如讲有人。某一项教义的如意，伊就甲鸡排，吃免费的，嘛是食到了就无啊，所以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这首歌甲咱讲，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咱相信，喙内承认，心内相信，就会称做义。因为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毋免钱，是要互人。所以有恩典才有拯救，所以恩典是你毋免付出就当得到，这是上帝互咱的物件，毋免你付代价就当得到。上帝赏赐水、空气互咱，咱即摆欠水的时间，知讲水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宝惜。空气无好，咱才知影讲空气非常的需要。有一个患者，伊出院，伊结束了后讲原来我伫病院，伫咧治疗过程，我每呼吸一口气拢爱纳钱，
因为伊有斗上手了，伊爸伊讲啊，这拢是爱钱。所以当咱感觉讲这毋免钱的，咱会感觉讲哇，非常的良相。哦，因为毋免钱，但是咱知影讲上帝恩典，毋是靠咱家己，是白白互人。上帝虽然有拍开真侪恩典的门，总是有当时咱家己家己关起来。所以上帝已经拍开天国的门，咱已经有得到，总是咱伫咱生活的顶面，咱透过真侪的事来帮助咱。所以咱一定爱有上帝的恩典，毋通袂记得，而且嘛毋通限制讲上帝恩典就是安尼那定。所以咱爱知影讲，毋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伫咱生活内面，每一个恩典拢非常的重要。甲耶稣当顶十字架的两个患者吼，两个犯人，一个有罪，最后嘛死伫罪内面，因为伊生气，讲耶稣啊，你敢毋爱救你家己？耶稣，你嘛哪毋通救我落来？你袂当救你家己，阁袂当救我，伊生气。所以最后因为家己的罪嘛死伫罪内面。佮另外一个犯人，吼，这个重罪的犯人吼，伊安那，伊的罪互耶稣赦免。耶稣甲伊讲啥物？你今仔日要甲我放伫即个龙园的内面。所以这个人伊有谦卑认罪反悔，伊知影耶稣是义人，所以就知影讲，最后伊甲主伫个龙园的内底。所以咱袂通袂记得上帝恩典，伫咱教囡仔，伫咱的工作事业，伫咱的读册、求学，伫咱生活，你有投资，你有做买卖，你有做生意，每一件代志拢有上帝的同在。拢有上帝甲你做伙，这就是恩典，这就是上帝互咱的恩惠。所以你若感觉讲这拢甲上帝无关系，就代表你已经袂记得上帝恩典伫你的四周围。所以咱毋知影，咱毋通袂记得上帝恩典。第二，咱毋通限制上帝恩典，就是讲上帝互我只有遮尔济那定。咱看五块饼两尾鱼的见证甲信仰。当耶稣摕着五块饼两尾鱼的时，因天祝谢，互5000个查甫人食到饱，而且佫剩偌济，佫剩12斤啊，佫有12斤留咧。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天祝谢，主赐福，佫有12斤，所以咱毋通限制迄个恩典，就是只有2块5个饼两尾鱼。遮尔啊少，只有9一个查甫的即个囡仔吼，一顿那定。纽约市过去有一个市长叫做拉高蒂吼，拉高蒂啊，即个市长他身上是流着意大利血统吼，即人真有慈悲心，真有疼心。一摆伫法庭咧审查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贼仔，伊偷摕面包。偷摕一条面包，迄样掠着，然后送到法庭，了咧开始审判。当然是一条面包无偌贵，一条面包偌济，一条吐司50块，只有遮尔少的钱，后来要判的时阵，伊用罚款1000块，50块的面包爱罚1000块。了后，这个贼仔讲：我偷摕这个面包，是因为阮兜的人拢咧枵，阮兜的人有事势要饲，我无法度趁钱去养饲因，我就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拉高地，这个市长听着嘛真有慈悲心，真有怜悯的心，伊就讲好，安尼1000块我替你还，伊就拍开伊的皮包，用1000块来代替这个贼仔。来还这个罚款，而且伊阁要求在场的人讲：你看这个人遮尔啊可怜，厝里还阁有人伫遐咧摇鹅，伫遐等要食面包，我已经替伊赎伊的罪啊！无恁在场的人，每一个人摕100块出来，所以奖拢悬100块。
来帮助即个丧兄的家庭。上帝恩典就亲像安尼，当庭来行咱的罪责，当庭互咱得到讨报，而且佮想办法替咱解决咱的问题。所以恩典遮尔啊重要，遮尔啊珍贵。所以上帝互咱的恩典，毋是靠咱家己的努力就得到。今仔日经章嘛甲咱讲，免得有人伫遮夸口。所以上帝无法靠着人夸口，上帝享受伊的恩惠，无借着人。所以咱知影讲，咱的恩典伫倒会当得到？是靠咱考试就得到吗？还是靠咱用金钱买就得到吗？拢毋是。伫咱生活、读册、上班的所在，咱拢需要有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毋是靠咱就会努力就会当得到。所以讲，咱毋通当作上帝的恩典无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人拄着问题时，拄着问题爱安怎想办法解决？是你要选择祈祷，还是要选择人？还是先祈祷，才来找人？当然，咱有咱的方法，但是咱毋通袂记得，咱拄着问题时，爱用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信主的人爱伫所有的代志的顶面，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解决。无论咱的囝儿女，你咧养饲伊，拢爱靠着上帝的恩典，伊才会当平安来长大。伊事业有成，嘛爱感谢上帝。包括咱家己有成就，嘛拢爱感谢上帝，因为主的同在甲保守。所以安尼来看，上帝的恩典是主赏赐互咱。恩典对上帝来，毋是靠咱就会当得到。所以愿咱每伫咱生活的顶面，拢有显现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甲咱的同在。其实恩典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活过来，佮活过来的意思。今日经在第一节讲，咱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的，恁也捌伊嘛捌互恁过活，主嘛捌互咱过活。所以，迄个恩典对咱来讲，就是对罪中间得到讨办，人重新佮活起来。所以，主有赏赐得救的恩典，伫人的犯错的中间，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上帝佮耶稣基督过活帮助信伊的人。所以，厄哥斯丁捌讲过一句话：过错是人不知不觉中所犯的一种的罪，总是罪恶是出自人所故意犯的罪。今仔日经节2章50甲咱讲，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过活，面对恩典来得到救。所以，当咱抑阁是罪犯的时，因为有罪，咱诚做即个罪犯，总是咱甲基督做伙过活，这是出自上帝恩典的拯救。死有几种的项目，就是讲表示讲，这个人伊若无信上帝，就是甲上帝所赏赐的性命来计当。有的人活的那亲像僵尸，迄叫做行尸走肉。第二种是讲，对人的结局来看，死是第二摆的死，就是讲咱的死了，就是第二摆的死。对启示录20章14节来看，迄个死就是审判。有种死是罗马书所甲咱讲的，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死了后，身躯会朽烂。罪所予人的是死，总是罪死佮借着罪来控制人，予人伫罪中间无感觉，人伫罪中间无能力，无法度应付。所以只有上帝恩典对罪内面，予咱得到讨放，予咱佮活起来。恩典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礼物。保罗要去大马色的路，去拄着耶稣，有一个光甲伊照伊，伊的目睭安怎？暂时失明。后来过几工了，有那亲像稀烂鳞片对伊的目睭安尼落落来，伊才目睭会当得到看去。伫即几工无看见的中间，伊反省，伊审查家己。当伊目睭天开了，伊知影耶稣伫伊生命的中间来改变伊，
所以当伊得到耶稣、得到救恩了后，伊彻底改变、彻底的改变。伊伫大马色会当讲是伊重新搁活起来，已经毋是过去迄个扫罗，伊就变成保罗。所以伊为着耶稣来付出伊的一生。保罗将一切拢交互耶稣，伊的生命是因为耶稣上帝恩典来活，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改变了伊。所以恩典这个名词嘛是怜悯的意思，就是上帝互咱的怜悯。二章80甲咱讲，咱对恩典来得到救，是对着神。这毋是出着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这赏赐就是 gifts， 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上帝互你的。所以咱得到拯救，是对上帝互咱的恩典。恩典毋是靠着咱家己的努力。毋是咱家己的功劳，敢讲哦，我真有功劳，毋是。如果恩典若是出伫人，人会去讨迄个功劳，讨功劳，人就会夸口。二章90就甲咱讲，毋是出伫所行，免得有人夸口，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对上帝赏赐的恩典，是拯救人脱离罪的死亡，是咱人会当甲耶稣做伙搁活的恩典，所以信主的人，咱凡事拢爱感谢。甲边仔人讲，咱有恩典嘛爱感谢，恩典嘛爱感谢。所以讲，伫恩典的内面，你做代志顺利无顺利，你拢爱相信主；有顺利无顺利，你拢爱感谢主。无顺利的时，嘛是上帝所予你的，你爱去面对，你爱去挑战，你爱去赢过。所以咱感谢上帝，所有的代志拢爱倚靠上帝恩典来活。无论拄着艰苦困难、顺利、顺境逆境，这一切拢是上帝予咱的恩典。若无伫咧恩典的中间，有人拄着失败，有人拄着挫折，伊就会安那悲伤埋怨。若顺利的时阵，这是我的功劳，是我所努力得到来。所以，安尼生命你会愈来愈靠家己，你袂去靠上帝。所以今仔检察官讲，你咱来做代志，咱来做人，你若是对着世间人的风俗甲眼光，就对着家己的私欲，你只有高估你家己，你袂去高估上帝，袂去看重上帝用耶稣替咱赎回的恩典。所以恩典毋是咱考试，你较敖你就得到；毋是你较敖趁钱，你就得到。上帝恩典毋是用咱的能力所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会遮尔宝贵？第三方面爱甲咱分享的是，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要有拯救的灵教。希望上帝恩典踮伫咱的生活内面。有一句话讲，上帝为你关一片门，嘛为你开一个安那一片窗。上帝因为你为了你关了一扇门，同时也会另外开启一片窗，这叫做恩典的窗，也叫做拯救的窗，恩典的窗甲拯救的窗。甘威廉宣教师是南部对苏格兰派来宣教师甘威廉伊捌开设哪来是咱台湾足侪人因为卫生条件较无遐尔好的时，就是讲无洗手无像咱即摆爱勤洗手、爱消毒。迄阵就是讲环境可能较无遐尔清气的时就是有人安那落目睭就足侪人失明，所以真侪庙口有刺仔的所在，都有啥物？对。有刺，较早我细汉时还佫有即个经验。伫刺仔、野刺仔，也是菜刺仔入口，一定有安那伫红伫遐咧，咧讨钱，咧做乞食。有一种的乞食就是目睭青，就爱单甲去。所以甘威廉伊创设盲人学校，点字。有一届去白河镇佫较内底啦，叫去白水溪教会。遮在座人是白水溪教会人无？
哦，没有哈。哦，白水溪迄个所在真特别吼，因为伫白河水库落来较内底面吼，迄种个人拢有信耶稣啦吼，也是平埔族的后裔啊。但是呢，因为甲平地较接近吼，有一寡人就无信主，所以甘威廉牧师去的时吼，有人就甲骂吼，有人就甲骂，了有一届伊伫个厝内吼，这讨厌伊的人吼，竟然放火甲烧，放火烧厝啊！甘威廉牧师惨啊惨啊！我这声要死啊！我走袂去啊，因为规间厝拢咧倒，较早的厝拢是柴做的嘛吼。叫做结公仔厝，叫做茶起的厝吼。当伊感觉伊已经无命时，倒有一个所在无火，伊倒迄个所在逃出去。伊逃出去的时阵，感谢上帝，因为这片门走袂开，有一片窗仔互伊走出去，所以伊出来真感谢上帝。所以伫白水溪教会也有一个纪念碑，叫做甘伟林蒙难纪念碑，有当时恁人去看。伫德昌教会屏东的德昌教会有北溪牧师用破碎的纪念碑，咱遮应该嘛设一个纪念碑吼，马街被泼粪的纪念碑。所以上帝为咱关一片门的时，伊嘛会调工开一片窗，但是你爱找到迄片窗，你爱靠上帝去找到迄片窗，你若是靠家己，你会找无到，你会讲我著失败，挫折，你行袂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英国的前首相前首相叫做丘吉尔又带领英国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算是英国上该感谢的人。伊时阵是一个战地伫前线的通信兵通信员。有一天有一个将军要甲伊见面，讲咱约伫个12路口相等。伊会派车去甲载，所以丘吉尔就行出宿舍，行5公里的路到迄个12路口，结果伊伫遐等1点钟啊，等无人，伊想讲检测可能这位将军袂记得我一个小小的兵仔的代志，伊就行路转去，伊伫遐行路中间心内一直骂一直无欢喜，讲这个将军是安那浪费我。1点钟的时间，当伊到宿舍的时，伊找无到伊的宿舍，因为伊的宿舍已经变做平地。因为当伊离开宿舍5分钟后，敌人发动攻击甲伊的宿舍化为平地。规个炮弹拢甲伊的宿舍拢炸甲。无看到迄间宿舍，所有的人拢伫迄个所在罹难。伊转来带一条，讲遐我的同伴，我的这边或者的同袍，拢已经粉身碎骨所以伊就讲感谢上帝伊本来是卖我的，佮讲感谢主因为要派迄个将军所派迄个车找毋到12路口啦，伊是伫另外一个12路口等伊啦，爱是伫遮咧等伊啦，是因为即个小小的失误，煞互伊得到活落来。这嘛是上帝甲伊拯救，无伊哪有法度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带领英国来行过即个第2次世界大战所以咱有当时因为小小的这失误，咱咧埋怨的时，咱毋知影讲检测这是上帝。拯救救恩的临到，所以伫咱上帝的互上帝恩典，成做咱人生的目标。嘛，伫咱人生的目标，咱需要有充满的恩典。真侪信徒伫家己设的目标无法度达成的时，讲主啊，我有好的计划，只要你互我能力就好。但是咱有当时想看卖啊。咱的生活，哪会无耶稣？咱的生活，哪无祝福咱的信者？因为咱人生的目标，你无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目标爱清楚，爱为着上帝荣耀来祈祷。
伫今仔日的经节2章10节，甲咱讲啊，因为恁是以所最正的，受创造伫耶稣基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要互咱来行伊。所以这是阮上帝替咱所备办的，互咱重新搁活起来的目标，就是要活靠主来行出良善的恩典。这个善的意思就是高贵，这个良善的意思就是高贵啦所以伫咱华语的圣经，咱特别看得出来，就是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恩典嘛是要有准备，互咱去行出这个良善，这个良善就是高贵。所以上帝恩典伫咱的心中所行出来是高贵的良善是高贵的，不是互咱有一个高贵的良善。所以咱的一切拢爱为着上帝，互上帝得到光彩，得到迄个亮丽的美善。所以咱的一生是要为主来活。所以马该宣教书有一句话有一句话就是讲伊要为着主来，拢是为着基督啦，要为着基督拢是为着基督，凡事为基督。他的座右铭读了一句叫做宁愿烧尽不愿锈坏，甘愿烧尽嘛无爱变成歹当腐蚀以外，有一句话就是所做的拢要为着主来做。所以伫咱的人生目标，咱需要充满着这个恩典，就是每一件代志拢爱为着主来活。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爱有上帝恩典，咱一世人爱踮伫这个恩典的中间，抓牢这个恩典，而且爱因为这个恩典来欢喜，因为恩典来学乐。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一世人拢伫上帝恩典的中间来生活。你讲安尼好唔好？感谢主，咱有得到上帝恩典，照上帝恩典来活，互咱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咱知影讲《奇恩典》这首歌，咱拢真熟对吧？《奇恩典》这首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伊是一位牧师。当然，伊还未做牧师之前，伊做啥？卖黑奴啊！伊的商品叫做黑奴，叫做黑人奴隶所以伫非洲安尼走总甚至到美洲安尼，伊一生最后要死，感觉伊伫海上要死啊！总是上帝甲救了，伊转去到伊的故乡，成做一个牧师。伊年老的时得到老人痴呆症，老人在座真侪长辈老人预防老人痴呆症要食啥？吃银杏所以讲，咱看来讲，他已经有一点点足侪记袂出来，总是依然记得一件代志。伊年老的时阵伊原记得一件代志，就是伫信徒的面前讲，你爱知影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救伊嘛，耶稣救伊嘛，伊本地爱伫大海顶面，伊照你讲是爱互大鹰甲伊冲去，甲伊留去，伊就拄着大风大鹰，应该是爱无命。总是伊伫船顶反悔悔改，我上帝甲救了后，伊活地上岸了，伊怎改变伊家己？用伊的一生，最后来成做牧师，来牧养主所交托伊的羊群。伊最后伫记伫真无好的事，还阁知影讲上帝恩典，所以表示上帝恩典伫伊的心上遮尔啊大。愿上帝帮助咱，爱抓条主的恩典来活。伫咱的生活中间，无论你起床，你要困，你要做甚物货，拢爱伫主的恩典来活。愿上帝祝福大家，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恩典教育阮用，总是阮有时无领受到，无体会到，求上帝帮助阮。因为这个恩典毋是靠着阮家己就会当得到，是靠主你白白照人的需要来赏赐予阮。有时感谢毋是
互阮真平顺，总是主你有特别的用意，有特别伫阮的生命的中间的考验。阮上帝帮助阮，互阮无论伫顺境逆境，拢通感谢。因为当阮感谢的时，阮就知主你的恩典伫阮的四周围。因为主你阁会赏赐教育阮用的恩典。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得救，毋是靠阮家己本身，是靠主你的赏赐甲帮助。愿主你赏互阮，互阮常常伫主你的恩典的内面来感谢你，来学乐你，而且互阮人生所有的一切，拢是主你所互阮的。感谢阿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所透放的信息，愿上帝也祝福听伊话搁安尼行的人。这点咱来唱回应诗，请起立，咱来吟350首。求主施大恩，咱来吟全首。求主施大恩，互我来称分。我心命无尽尽意爱情愿一世心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点我心内。我心内，求主你出声，叫我山角行。我心有问深深烦恼，甘愿靠主就袂消无，求主应看顾。以后免烦恼，以后免烦恼，求主做中保，互我长活靠。我犯罪过千千万万，有问寡路自甘，求主春秋看，满心大平安，满心大平安。求主带我行，我心免惊吓。我若艰难拄着破病，你袂顾我，若伫身边，耶稣捌讲起，我无放下你，我无放下你，求主甲我带，阳光互我看。我真欢喜，永远归你，我爱甲你永无差离，求主当徛起，永远无差离，永远无差离。请坐。请坐，这点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出来。
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这是咱来读金句，伊有所书2章第8节，咱的周报第一面的下骹，咱来念2解。来，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以弗所书2章第8节。咱即是来介绍新朋友，今仔日有2位新朋友来到咱的当中。第一位是林云香，欢迎请起立。伊经信主吼，伊住伫个咱泸州中正路。另外一位是林佩瑜在哪里？我们欢迎你。好，咱来吟欢迎歌。还有一个林博业啊。林博也一样，我们一起欢迎你。还是我们在一起，来听好咱大家正做一体，爱互咱相聚做一回。欢迎你们吼，咱一个欢迎，永远的欢迎，恁有时间欢迎恁来阮教会参咱三甲组织来敬拜上帝。我想林佩仪，你们还没有信主嘛？已经信主了。那很好，欢迎你们。好，现在我来消息报告。咱来拍开周报，本会消息。奉献主日4月18日的主日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奉献主日，传播基金会新安公电视台为应用高速网络时代，所以咱兄弟你若有感动的欢迎你奉献。第2条，4月25日同心团契担任主日献诗的服侍，请团契成员备办心。第3，特别奉献，教会即摆在举行这个影音设备更新工程咱请兄弟关心大道，踊跃来奉献。第4，每礼拜3暗时8點，咱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有一个牧师，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一个真有意义的话，就是讲主日礼拜人若多，就是讲叫做牧师受欢迎；祈祷会人若多，就是耶稣受欢迎。我想咱大家应该拢足听咱主耶稣的。第5，每礼拜4早起10點相年读经班。欢迎相邻团契甲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第6，每礼拜4暗时8點，欢迎登记家庭
礼拜，那请叶秀兰长老联络。那贵家报告，咱家己过目，干事上班时间家己过目。顶礼拜李雅文姐妹有来吗？咱新朋友请咱关怀组的继续关怀。团契消息报告，上年团契今仔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举行4月份的例会。咱请兄弟踊跃出席。第二，4月18下主日下午1点，邀请林英龙牧师主礼。我想应该若毋是双年团契的，我想双年团契会长大家嘛拢应该会真欢迎因来参与啦吼。再来。第二，同心团契4月18日下主日，台语礼拜结束后，伫1楼举行4月份的例会，请会员踊跃出席。咱具体相通的部分，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伫你咧灵修、伫咧祈祷的时阵，毋茫为遮个事件、遮兄弟姊妹，咱来为因来祈祷代祷。总会中会教界消息报告：4月初2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台北中会西区使用直播，甲各教会定点转播，甲会友信徒伫家庭收看直播。区会干部决议本次奉献礼拜奉献中华基督教会救助协会。作为泰鲁格号救助经费的需要，愿主纪念大家的关心、代祷甲奉献支持。若有一个集体受苦，所有集体就一同受苦。这是咱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所记载的。第二，5月初1礼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中职训练会，咱请中职踊跃报名出席。以上，接着咱来吟尾变诗第392首。刷了后，咱请牧师来祝祷，咱请起立。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白家甲圣神上帝恩典、怜悯甲平安点伫恁的顶面。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白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对，只是到永远无煞。阿门。